哦，抽水机啊，小型抽水机嘛大，空烧了，空烧抽不到水，空烧坏掉了。你看一看，要把它锯开啊，锯到那个看到一个洞，把它锯开，要锯开。为什么会这样凹洞呢？这个洞可以观察里面那个气泡线。你看，转，轴心在转，里面看到气泡线黑掉了。气泡线黑掉就是那个烧坏掉。我看到气泡线了，烧坏掉了。有看到在动吗？有看到在动吗？从那个洞里面去看。有网络影片，有的在换那个气泡线呢。有看到气泡线了，变黑掉了。有看到在动吗？那个气泡线变黑掉了，烧掉了。然后那个正负极，我看到正负极啊，正负极在这里。正负极有了那个发电的哈，正负极也可以接那个电出去，接到那个发电的啦，用发电装置，然后从这个马达的正负极这边接线出来，到灯泡，让灯泡亮了。你看，你看到正负极了。这里是有容器，装在那个容器里面的，有那个轴心呢，有那个什么磁铁的。你看哦，这个磁铁呢，会吸的，这个是磁铁的，会吸的。你看，你看，磁铁的，强力的磁铁。